敬德雅各指边耶稣的应允，请曾牧师。所听也这，请咱大家准备心来听耶稣的邀请。咱的主耶稣讲：“我来是要互恁得到丰盛的活命，我要指示恁活命的道路，我要互恁有满足的欢喜，有永远的福气。”咱准备心来领受圣神所带来主耶稣的应允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耶稣基督，求你怜悯阮。今仔日阮要听2000年前，你刻意来帮助一个孤单的负心人。我要恳求主，你互阮今仔日嘛知影，你刻意要伫阮的心内对阮讲话。阮伫你的面前进入这个礼拜堂，就亲像主耶稣，你伫雅各的水井，你伫迄个所在咧听候一个你要听伊改变伊生命的撒玛利亚负心人。所以求你互阮知影，阮活命的情景，阮的信仰的情景，就甲这个负心人同款。阮恳求主，你对阮讲话。主耶稣，求你的神甲你的罗卜三角地带，互你的罗卜所讲的故事是真正完全你的心意所流露的应允，互讲的人、听的人，平平伫今仔日的礼拜来得到怜悯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今仔日的故事是发生伫犹太人因一个真特别的所在。犹太人的国家无介大，就亲像这个地图，这个浅黄色这个地图，加利利约旦河，伫这个这条蓝色的线就是约旦河。伫约旦河的西边面，就是上帝所应允予亚伯拉罕的土地，后来真侪犹太人即卖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土。伫迄个中间有一个所在，咱真熟，拄啊伫中心的地点叫做耶路撒冷。伫耶路撒冷的北边有一个所在，圣经讲，迄个就是撒玛利亚的地区。虽然嘛是犹太人，但是撒玛利亚伫犹太人的中间来看，就是一个世俗化的信仰的族群。今仔圣经咧讲起，伫一个所在叫做属家这个城。伫这个城外有一个水井，迄个所在就是雅各所赏赐予伊的子孙约瑟。迄个土地的附近，伫个所在有一口水井。今仔日这个故事是2000年前的故事，但是现在如果咱也静静用祈祷的心来听，这个故事甲咱非常有生命的关系。耶稣是故意去等迄个负心人，毋是耶稣讲行了，今仔圣经讲耶稣行了行路线，伊就坐伫即个雅各井的即个水边，啊，互伊学生去城内去买食物，啊，然后摕倒互食。故事虽然是安尼描写，但是咱来知，其实耶稣是为着即个孤单的查某人，互伊有单独甲伊谈道的时间，因为伫众人中间，耶稣那所讲的这个谈道，会互这个负心人没有容身之地，因为有真侪伊的内心事是毋敢互人知影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这个故事，提醒咱真侪真宝贝祝福。咱的心内有一口雅各井，主耶稣常常来到咱的身边，伊坐伫遐听候咱。所听的姊妹，耶稣讲，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耶稣讲，我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，是要互恁，包括曾牧师，包括恁，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主讲，我要指你一条永远的道路。主讲，我要赏赐你满足的欢喜，永远的福气。人上界困难满足的，
就是耐心。所以啊，弟兄们，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主耶稣讲：我予你的祝福，要伫你的生命内底，亲像一口活水泉，是涌泉，都、就是伊家己走出来，是满足的，是永远的。所以啊，这你愿意吗？你确无嘛？你相信？古早这个主耶稣找这个查某人，今仔这个主耶稣嘛要将这种的机会来互咱嘛。所以啊，这咱哋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明白，咱的主耶稣常常咧等咱。所听的青年，伫恁的成长的过程顶端，上界宝贝就是常常亲近主耶稣。圣诗有一条歌讲：至好朋友就是什么人？恁有感觉吗？恁真正安尼感觉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常常怜悯人。今日故事，耶稣不爱互伊学生知，耶稣嘛不爱互其他人知。伫个正中道，伫个沙漠正中道的时阵，就是人拢咧休困。但是这个孤单的负责人，伊对社会有真深的疏离感，伊唔敢甲人打成一片。伫今仔日个时代，有真侪人有疏离感，伊其他有幸福的婚姻、幸福的家庭，但是唔是咱想就一定会当有安尼。今日圣经咧讲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是心中的人，伊其他有幸福的婚姻、幸福的家庭，确实伊无法度因为伊的感情、爱情这条巴掌。伊伫人的中间有信仰，但是伊无信仰的同伴，伊感觉真孤单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的耶稣基督，这个恩典，对今仔日开始，透帮咱，甲咱亲近。耶稣讲：你若知，天父上帝所备办的祝福，你就讨。耶稣讲：你若知我是什么人，你就要甲伊恳求。毋是你予我水啉，毋是你来做礼拜，毋是你贴奉献来予我，是我要将无人会当夺取的满足的欢喜，永远的福气。在人生中间有心中的享受是孤孤单单的，有真多的快感，拢是真短刹那，也这。有什么种会当满足咱的内心？毋是人，独主耶稣。我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伫我内心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牧师带阮读的这个故事，要变做我的故事。伫我的心灵中间，要有一个礼拜堂。伊也未食做礼拜堂，真正伊是一口沙漠的水井。耶稣，你坐伫这个所在等我，后来我要伫这个所在纪念你，我要互这个雅各这个水井变做上帝甲我同在的礼拜堂。也这等住我用相片互恁看，雅各的水井一直到20世纪还阁伫咧，一直到20世纪，才有人将这个雅各的水井改起一间真水的礼拜堂。但是我互恁看，伊讲树到一个所在，伊的礼拜堂，伊由原来到水井，伊放伫个礼拜堂的地下室。后来伊伫这个地下室的水泉，因为古井拢是挖落去土较深深的所在，所以是伫地下室。后来犹太人、基督徒为着要纪念这个故事，伊就伫这个所在起一间礼拜堂。所以，兄弟姊妹。你愿意伫你的心灵的雅各水井看见耶稣吗？你敢有期待？这个主耶稣对今仔日开始就永远无离开你。你嘛为着要甲伊做伙亲近，你用敬虔的心，建立一所属于你独享的 VIP
会放经。愿天父上帝，甲咱三家弟弟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调去上帝，是咱生命改变的开始。今仔日的圣经耶利米书是一个提醒，伊讲我的戆囝，我苦我这百姓，伊知影我是上帝，但是却无爱来到我的至圣所伫我的身边，来领受这个活水泉。伊伫人生的中间，家己做真多的水池，就亲像伊有穿衫有落地啊，但是落地啊内底有破空，所得到的一切祝福，伊拢留袂掉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上帝所予咱的满足的欢喜，满足的欢喜，永远的福气，是留会掉。不但留会掉，是留予你的子孙。今仔圣经讲，这是雅各的水井，是将近4000年前古早的祖先雅各所留落来。4000年后，犹阁有后代的人，因为信无上帝祝福，所以伫迄个所在起一间礼拜堂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怜悯咱对咱讲话，就亲自主耶稣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讲。人生中间最困难满足的就是灵魂。愿主耶稣将伊的祝福放伫咱的中间。圣经讲，人咬喙焦，毋是因为无饼通食，无水通啉，乃是因为因无愿意听上帝的话。为什么牧师会因这句话？恁对个重新读这段约翰第4章这个故事，起头是撒玛利亚妇人人甲耶稣谈道，就是活命的水泉。后来谈道结束的时阵，耶稣学生倒来，对城林买倒来中道，摕倒来要甲耶稣做伙食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我食饱。”这学生无啥，你是食啥？阮这好不容易对城林内底摕倒来这个中道。这会要做伙食，耶稣竟然讲我食饱。其实耶稣咧甲因讲的就是，人咬喙焦，毋是因为无饼通食，无水通啉。人所的咬饿是因为人无真正属灵的迄个稳定的水、活命的饼对天地来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有耳孔的人都爱听，拍开咱的心。来领受这种的祝福，所以今仔所讲的这个活水泉，耶稣所予咱的，是要予咱的心内对今仔日开始有一种的满足的欢喜。你会永远感觉到野无遗憾啊！我袂嫌嫌人大富大贵，我袂嫌人的钱偌济，当然钱愈济是愈好啦。但是当咱的心内有一种疼，有一种受接纳，有一种的满足。咱会因为安尼去追求，搁较有价值的永远的福气。主对恁讲话，雅各牧师甲恁讲分享圣经故事的这种的感动，愿恁亲自用敏锐的心听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恁讲，我所听的查某囝，我所听的囝儿，伫你内心的雅各水井，我要对你讲话。主甲咱三个弟弟，这个妇人人羡慕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但是伊并不满足，所以耶稣甲伊讲：“你紧倒招你的丈夫来，做伙来受祝福。”伊讲：“我无丈夫，恁会记这个故事吗？”耶稣讲：“是啊，你是无丈夫对啦，但是你有着5个亲夫。人追求爱情。”但是无法度伫爱情的中间得到满足。耶稣毋是甲伊踢笑，耶稣是要祝福，互伊的生命，互伊的婚姻，互伊的孤单，互伊的疏离感，互伊的信仰重新活起来。所以后来耶稣就甲伊讲做礼拜。所以这查某人就甲伊讲：“你是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。”咱做礼拜去无同款的教会呢？伊讲我去基利心山做礼拜，
啊，恁去耶路撒冷做礼拜。耶稣讲毋是，做礼拜毋是分礼拜堂，因为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爱用心，用正直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咱若无心，咱若无清气正直，一世人的做礼拜，有时嘛无采讲。所以今日耶稣甲这个负责人所讲的，就是透放伊，互伊生命有全然的新的生命，毋是对人来，对人来袂通满足人，只有上帝，才是一个满足人的上帝。呀，这好毋好？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追求这个信仰。上帝绝对无辜负咱，你相信吗？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互我，请听耶稣对这个负责人所讲的话。你若知上帝是什么种的上帝，你就知影这个上帝是超越所有的生命。你若知影今仔日对你讲生命的道理的耶稣是什么种的耶稣，你就紧紧甲伊讨。兄弟姊妹，问咱家己，你敢真正认捌上帝啊吗？你敢全然愿意甲耶稣讲，主耶稣，我愿意，我要一生跟对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享受，咱做伙来领受，因为主耶稣要将这个满足的欢喜永远的福气，毋是用钱买来福气，毋是用人情世事所得到满足，是主伫带咱来到这个世间，创造咱的活命，迄一日，上帝就已经为着咱每一个人量身定做，你相信吗？兄弟姊妹爱找到迄个上帝为着你量身定做的迄种的生命的宝贝，这就是耶稣所讲上帝的恩赐。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伊讲：主啊，请互我，因为你应允这个负责人是一种源源不断、生生不息。搁听一摆，源源不断。生生不息，咱的信仰毋是安尼起起落落，咱的生命嘛毋是断断续续，咱的生命是伫主的手中，对永远到永远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叫伊信息的应允，因为主耶稣所讲，我来是要为着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现在你敢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这个故事，是四福音书中间唯一约翰所讲的故事。你若听到这个故事中间，你就袂通无去想，伫整个约翰福音内底所讲的福音是什么？约翰伫伊的福音书第10章第10节，伊讲：我来是要为着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约翰福音讲真侪，我是，毋是讲我约翰是啦，毋是，是伊记载耶稣讲我就是世间的光，伊记载真侪耶稣所讲我就是活命的道路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讲阿们，因为主要将伊赏赐互咱，只有咱的主耶稣是咱的主。在咱的人生中间，无其他的倚靠，人会当互咱其他的物件，但是耶稣所要互咱的，是这个世间袂通满足咱的。愿主用伊丰盛的活命所赏赐互咱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定心思考讲，我要安怎定心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？就是顶礼拜我甲恁分享返璞归真。咱要做基督徒，爱做真的基督徒。
咱要做基督徒，咱来做有智慧的基督徒，有智慧当认捌，真真实实通认捌耶稣基督。搁有耶稣讲：“我所想属恁长看、关心会听，到做只有上帝会听，会通满足人的内心。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这种的恩惠回应咱的祈祷。既然咱中间有人亲像这个妇人人，安尼甲主耶稣讲阿们的人，愿恁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恁的人生对今仔日开始，有一个活水泉，生生不息，源源不断。阿们吗？上帝无讲543的话，所以圣经讲，上帝的话一点一滴一话，拢无改变。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主耶稣，求你将这个活命的水泉赏赐给阮，我要将这个果子留给我的子孙，到永永远远。圣经讲讲咧讲起亚伯拉罕，因为伊的信，上帝祝福伊，所以亚伯拉罕的水井是圣经中间伫创世纪真特别的。伊是一个出外人对他乡来到中东这个土地，所以一拄着非利士人，拄着真侪在地遐部落游牧民族，遐游牧民族当然无接纳这个对外地阿兰人、阿兰的迄个所在迁徙来这个亚伯拉罕，所以常常甲亚伯拉罕排斥、甲伊欺负。但是足奇怪，就是亚伯拉罕有一个足特别的恩赐，伫沙漠的中间，上帝予伊常常挖到水井。但圣经讲亚伯拉罕死了后，遐游牧民族就看伊的囡仔以撒通欺负，所以就把伊的水井拢吞起来。所以以撒就是到处流浪，但是以撒就有一个智慧，佮有上帝的囡仔，所以世来世去后来，伊佮倒来到伊老爸挖水井的所在，重新甲迄个水井，佮清来清去。因为伊早伫迄个所在都明明有，我毋免逐所在黑白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另外一个信息，就是咱需要将这口井，就是咱的祖先，就是主要所享受咱这活水泉，毋通世俗化，互主的圣神、主耶稣的保护，掏空洗清咱。愿天父上帝对恁应允，所以今日我要甲恁受两项有关着咱生命的功课。第一，兄弟，你敢找到你甲耶稣见面谈道迄个雅各井？这毋是干那圣经的故事，这甲咱的人生息息相关。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一口雅各水井，是你单独亲像撒玛利亚妇人人甲耶稣见面的所在。所以兄弟，你的心，你心内这个口井，这口深井，就是主耶稣坐伫迄个所在来听候你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分别为圣，甲咱祝福。圣神充满伫咱的心来讲，我所听的查某囝，对今仔日开始到永世代，你的囝儿孙要纪念这口井，该改名，不一定叫做雅各，会当叫做好胜的井。恁会当甲恁的名写伫个所在，讲主啊，这是你留予我甲子孙逐世代的水井。或者你愿意有这个神圣的水泉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常常安静，甲主讲话。今仔这个故事上宝贝就是耶稣甲一个孤单
有疏离感，无受接纳，唔敢伫公人公众的中间来讨帮伊的情绪感情的人，耶稣甲伊讲话。所以啊，这你若感觉你孤单，你若感觉你的幸福真欠缺，唔通丢度。甲主耶稣讲，耶稣唔是干那甲经学士、甲法利赛人讲道，耶稣甲每一个需要的人拢亲近。所以耶稣讲，我宁可放了99只羊去找迄个放弃迄只羊。耶稣嘛讲，到只有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怀疑，这是应允，这是救恩。愿主甲咱同在的时，咱会通有一个属灵的智慧。咱甲主讲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是之罪。恁会记这条信息吗？恁有人开始在记吗？这是保罗伊的信仰告白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是罪。也深信所交托伊的，伊得较保守。我深信你是我的上帝，我嘛深信我将我的今日孙，将我的囡仔将来代代的前途交伫你的手中，你得较保守。上帝无咱无伫这代就结束，到万世代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画面的水泉赏赐给咱的囡仔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遐的姊妹。恁安静敬虔，用恁所存的一生的每一个年日，常常追求敬拜圣经的话甲上帝。因为耶稣提出一个提醒：你若知上帝的文书，你若知我是什么人，恁会使唔免知影曾牧师，但是。恁唔通唔知耶稣是什么？愿天父上帝，互咱有满足的欢喜。愿咱大家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每一个人拿伸手，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主耶稣将伊所有备真理、活命、道路，就放伫你的人生中间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祝福在座遐的姊妹，恁的家庭、恁的生命，今仔日是一个大改变。愿主咱的上帝听咱的祈祷。或者撒玛利亚妇人人甲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请你将这个活命的水泉赏赐给我。”这嘛是咱的祈祷。第二，我要邀请遐的姊妹。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做一个分别罪性的基督徒，分别罪性，将你生命的灵魂，上帝所无欢喜的遐个垃圾，愿天父上帝甲咱掏空，愿主耶稣存伊的手，甲咱洁净，互咱伫伊的面前领受伊的恩惠。这是古早的相片。伫19世纪所翕的雅各的水井，迄个时阵还阁是一个旷野的所在，遐个人常常摕水盘伫迄个涂骹咧抢水。后来到伫20世纪的中叶，开始有一寡外国的牧师，有一寡这个人基督徒，因做伙伫即口井。伫即口井的边啊，开始起礼拜堂的围墙，后来起一间真水的礼拜堂。即摆这间礼拜堂的名叫做佛迪尼。这间礼拜堂足水足水，恁有时间恁会当去搜寻，互迄个相片确实足水。伫迄个礼拜堂的正厅的内底有一个地下室，你有看到遮有两个楼梯有无？对迄个楼梯落。就是自古以来一个水井，这是即摆咧过修一个礼拜堂的，叫做东正教的祭司，天主教、东正教、基督教
这是拢总叫做基督教。因为2000年来，咱起头的名叫做大公教会。在耶稣基督的时代，一直到第10世纪，全世界教会只有一个名叫做大公教会，英语叫做 Catholic Church。Catholic 后来只有天主教的用，但是伊原本的名其实是叫做大公教会。在这个下骹到今仔日，还阁留一口水泉。我用这相片要甲咱鼓励讲，在你的水泉，在你的心灵的内底起一间礼拜堂，永远互上帝，永远互主耶稣，甲你三见面神圣的所在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，好唔好？愿这间教会，咱无地下水，但是既然来到这间教会的朋友、亲人，伊要甲咱做享受一个满足的欢喜，永远的福气。咱愿意安尼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气力、有灵命，咱做伙伫德登教会这个所在起做一间，今仔这个火地尼，伊的名会使改，但是上帝话命的水泉永远不改变。主甲咱三合地带。2年前有一本新册，叫做《深井效应》。这是一个医生，伊咧讲起人成长的过程顶悬，有当时会拄到创伤。伊特别这个医生是一个研究囡仔童年创伤的一个心理学医生。伊写这本册名叫做《The Deep Well》，就是意思是深深的井。伊咧讲起人成长的过程顶悬，出世的时阵，伊用圣经的一个图像雅各井来写这本册。人伫成长的过程顶悬，上帝所享受人的灵魂，后来受伤了后，就亲像非利士人将遐石头，就甲踢伫阿伯拉罕所底的水泉，所挖的水泉。后来这口水就无搁再会通抢水。但是这个医生讲，人若做医治，将这个创伤重新诠释，医治讨办改变，人就会当恢复灵魂的健康。我毋是要鼓励恁，敢若读这个医学的财办尔。我要甲咱讲，其实这个作者，伊也要讲真正圣经就讲到深井效应。这是今仔这个圣经对来。拄则咱所听的书会读的时阵，我毋知恁有去互即句话吸掉无？约翰福音第4章11节，负责人对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是我互你水啉呢，毋是你互我水啉呢。我才有水啊，我才有汤啊。啊，你也无水也无汤啊，这个遮尔深，你要怎样得到水？”这就是圣经内底深井效应的图像。兄弟姊妹，毋是世间的水井，是灵魂的水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学习以撒。以撒讲：“我的老爸水井叫法利赛人踢掉咧，我应该安怎做？我就该重新清气，把遐生命内底遐受伤创伤，无搁再用负面的思想，将迄个负面的思想给淡掉。”因为迄是一个垃圾，迄是一个踢界，所以因伫乌水井是常常圣经讲，因就得到一口活水井。选择这本的圣经，咱互相祝福，主祝福你，互你的灵魂有一口圣灵的江河，伫你的心灵内底有一口圣灵的活水泉。主祝福咱的礼拜无空空倒去，所以古伦神父用这个古井的故事，伊讲几句话。伊讲，清气人的灵魂上重要，就是将你内底遐创伤摕掉，你才会当得到一个健康的灵魂。伊用古老的灵修传统，2000年来真古典的灵修。伊讲，当基督徒咧追求灵修的时，上重要的功课，伫咱的内面有3种物件，一种就是欲望，
欲望、desire、情欲、对金钱、对权力，搁一种就是情绪、七情六欲，搁另外一种就是心思意念。自古以来，基督徒留了真侪灵修的智慧。伊讲这三项物件，你爱好好去将你内心的世界甲耶稣讲，就亲像今仔日耶稣甲这个负责人讲话。心中这三项物件，传统的灵修界叫做 logos moi， 人的心思意念、情绪甲欲望，咱爱真正直甲上帝讲，做我的内心有这种的渴慕，做我的内心有这种的需要，做我的内心有这种的骄傲，做我的内心有这种的受气，做我的内心有这种的孤单。咱的信仰的前辈，伊讲灵修最重要，就是将你内底的情绪思想，安怎，甲上帝讨论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敢若听讲道，但是无甲上帝讨论，这个讲道未转变，正做你的灵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毋是假香对拜，不明不白，是真正用心来认识上帝。愿主帮助咱，将咱的情绪摆在上帝的面前。古伦神父讲，让圣灵穿透你的情绪，转化你的情绪，活出美好，让上帝的圣心进入你的内底，让咱的生命活出美好。主听咱的祈祷，愿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内，或者耶稣在等咱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，充满感恩，因为阮深信，今仔日这个故事要变做阮个人的故事。阮将阮的心往里摆列，因为伫阮的心内嘛有一口水泉，无论大人、囡仔、老人，所以伫阮的灵魂的圣殿内，阮要调见你。阮知当阮也未准备好势的时，你已经在听候阮。阮恳求主，你将今仔日的话变做阮的心思意念，互今仔日的故事成做阮的故事。透放阮，互阮灵魂这口水泉是圣灵的江河，永流的活水泉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将所听的囡仔，甲阮当信的遐个姊妹来交托你。无一个人咬喙焦，是因为主你所修事，满足的欢喜，永远的福气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祷，阿门。